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优先带你来看2024 Trendy Taipei 朝台北开跑喽！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文化局长蔡诗萍亲自公布朝台北的前导影片及活动亮点。记者会现场也展现音乐人跨国合作、相互激荡的魅力。独立乐团温蒂漫步和日本乐团 Billy Rain 跨国合作激荡演出魅力，为朝台北音乐节揭开序幕。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黄韵玲一同参与启动仪式，宣布上百场音乐展演、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启动。其实伟大的城市最重要，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来支撑，而一个成功的文化活动，它可以打造城市的名片。同时，让这座城市出现在世界的行事历上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初衷跟发想，从去年开始，我跟蔡局长我们不断的讨论，以及我们相关局处同仁集思广益。当然，我们也借鉴在美国 Austin South by Southwest 他们活动的经验，我们做规划。所以我们很希望借由台北我们本身的优势跟条件，包括我们有像北流非常令人惊艳的这种文化音乐展演空间、场馆，以及我们有地方密度非常高的 live house 音乐的空间。同时，最重要，在台北，我们汇聚了让世界惊艳音乐文化的人才。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在这样的基础，我们打造台北重新站上亚洲国际潮流文化的高峰，我们也要让台北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首都。希望让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跟产业之间可以深度的交流，同时邀请国外的音乐节策展人跟节目买家来到台湾进行台湾跟亚洲的交流，这样还不够。我们必须把粉丝经济结合进来，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做台北 Music Expo， 也就是今年的9月的第一周，9月的7号、8号，在这个地方各位所在的场域里边的2楼，我们的文化馆的这个特展厅，我们会邀请台湾的音乐节、台湾的唱片公司、海外的音乐节代表一起到台北来进行深度的交流。那另外一个就叫 Live Performance。为什么？因为有前面有产业的上中下游，我们一定要有后端，就是演出的部分。所以在这里边，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们会邀请呢国内22大的售票音乐节，国内46家唱片及经纪公司的品牌一起加入来我们这里策展，这是一个难得的展览。我们希望由各个公司他自己来做互相的交流。其实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到海外去。可是台湾的唱片公司、经纪公司跟台湾的音乐节，基本上直接的交流是比较少的。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能够做深度的交流。朝台北活动将于9月2号至8号隆重举办，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音乐人共襄盛举，包括魏如云、郑宜农、康士坦的变化球、冰球乐团及理想混蛋等台湾知名音乐人，还有来自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超过50组音乐人演出，打造具国际视野的音乐盛会。台北要做一个音乐节，全台湾很多的音乐节，我们跟市长汇报的时候，市长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做跟别人很像的音乐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节。是什么音乐节呢？我们希望台北是一个平台，能够把全台湾的音乐节的优点呢学习过来，但这个平台必须要向世界去伸出去，所以我们将来的平台会走的会是一个以亚洲的音乐节的综合平台作为我们最主要的目标。也就是说，外国的买家、外国的音乐的投资者呢，只要来台北看我们的潮台北，他就可以看到全亚洲的重要的乐团跟重要的嘉年华、音乐嘉年华在我们台北，这是我们的目标。今年只是一个开始，明年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大、更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一个产业的论坛的对话，我们透过这一次的协作，
我们把 Content Asia 全亚洲最棒的这个内容平台的这个大会呢拉到台北来了。好，然后我们有这个 DG Asia， 各位会看到最酷的广告的平台，就是它，因为这些都是跟流行音乐、跟流行产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通通请到了台北，再加上我们北流，加上宝藏岩、北艺，原来呢我们就配合这个活动，开始规划了很多国际艺术的活动，这就是很像呢，在台湾，各位将来会看到6号到8号、2号到8号这一个礼拜，6号到8号这3天，我们不只是音乐表演，我们会看到很多产业界的、国际界的人士进到台北来，跟台北的产业界对话。然后更重要一点是，会看到很多国际的创意的艺术界的朋友进到台北来。为什么呢？因为艺术跟流行文化基本上是可以对话的，所以我们会希望他们看到台北的流行产业的实力，台北流行产业也吸收这些国际艺术的表演界的人才进来，我们共组一个论坛的平台。好，再下来就是我们活动的第3个，也跟很多地方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地图。我们将来会用电子版跟纸本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希望很多人手上都可以有一张这个地图，循着这个地图，9月2号到8号，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参加我们的活动。这里面最特别的是，我们要特别谢谢徐礼平理事长还有童志伟副理事长，因为他们的协助，我们第一次把台北的音乐展演、民间音乐展演的空间，就是我们所谓的 Live House 结合起来。我们这次有20家左右的音乐 Live House， 在这个期间呢，会进到我们的 Trendy 台北里面。也就是说，各位不只是在北流看到音乐表演，不只在大安森林公园看到音乐表演，你会在台北的很多家跟我们响应的 Live House 里面呢，会看到 Trendy 台北的表演。活动以充电及放电为2大核心概念，结合演唱会经济、产业论坛及城市行动等，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为主场地，串联台北在地音乐空间，共同推动产业发展，强化不同潮流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记者翁宇君台北报道。响应台南400，由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所主导的透南城城市展，即日起在台南美术馆一馆展出。市长黄伟哲抢先开箱，见证台南都市发展的历程。展览融入沉浸式体验，其中日治时期所使用的马桶、水龙头相当显目。台南是台湾第一个城市，它的城市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为了见证台南发展的历程，也是台南历史的缩影，由市府都发局所主导，跨局处规划的透南城城市展，7月2号开始试营运。市长黄伟哲也抢先开箱，让大家看见不同时代之下，随着地景、民族和文化的迁徙以及改变，一起见证这座从大航海时代就进入世界视野的台南。而究竟该展览有什么亮点？市长亲自说给你听。府城古都，它除了美食之外，它有许多这个文化宗教的一个历史足迹。那所以说，我相信来到我们具有历史感的台南美术馆一馆，那正好印证的这个历史的足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不管从过去的台南县、南营，或者看现在的台南市府城合并在一起的透南城，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展览当中有6大场馆，透过沉浸式体验，其中除了光影和水影的科技效果最令人惊艳，在文物部分也让大家看到和治时期的水泥原料就是鹅壳，以及原来日治时代的马桶等卫生设备就长这样，也让参观的议员印象深刻。从里面进去，然后从正式时期到日本殖民时代，然后到现代，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最让我惊艳的就是从过去到日本时代也好，台湾第一次有地下化的所谓的排水系统，所以有看到日治时期的马桶，哇，这都是很特别。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有最早出现的水龙头跟马桶。这些的文物都可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往前进我们可以看到，从以前清代时期是喝井水，那如厕不是那样子的方便，那如何在清朝时候再转化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时期的这个过程？
该城市展适逢暑假期间，所以特别安排每周五、6日上午有儿童导览解说，家长得先上网报名即可免费参观。展览即日起试营运，5号正式开展，一直到9月1号。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粉红夏日艺术季，在基隆渔会正滨大楼梦幻登场喽！文化观光局打造梦境打卡小屋、多元策展、芭比快闪店、美食市集等，邀请大家即日起到8月18的每个周末，一起来基隆参与这一场粉红盛宴。一走进芭比快闪店，陈列各式生活用品、提袋及服饰等精美商品，让芭比迷绝对不能错过。芭比的快闪店，然后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体验的，然后里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美国限量版的芭比，然后小朋友有那边就是少女梦就会有一些镜子啊，然后漂亮的东西，然后可以让他们装扮。粉红色展间，毛茸茸的玩偶，市长谢国良和议员宋伟立都忍不住自拍留念。3、2、1，基隆粉红夏日艺术季正式开始。基隆渔会正滨大楼90岁的古迹，今年暑假化身成为粉红市集，一直到8月18号，连续5个周末举办期间限定粉红夏日艺术季。芭比娃娃的总公司所合作的一个快闪店所以这是一个喜欢芭比娃娃的朋友们一定要来的一个活动，为期5个礼拜。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做一些粉红的创作。假如有穿粉红的观光客朋友或市民朋友过来玩的话，那就可以来抽奖，领取一些小礼物。基隆市长谢国良、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亲自到各展间参观，12位艺术家驻点在这里，分享他们的作品。它就是木头跟水泥，就是建造的，就是混搭的那个风格，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在里面就是展览的话，就是它其实可以让作品我觉得更有气质，就是搭配一些木头跟一些水泥墙，然后空间其实也都蛮干净的。像我们这个艺术家，他用他的画作来去呼应我们这次这么巧，刚好呼应我们这次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颜色哦。刚刚他跟我分享，其实他觉得快乐它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别的，而且他认为它可以融合在自然或者是我们想象里面。所以我看到他的画作，我觉得好感动。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第2杯，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一第2杯，因为爱之的女人最美丽，就是一个美丽的主持人。谢谢你。正滨渔会大楼变身成为粉红市集，搭配饮品，让民众随着自己的心情制作专属的饮品。我选爱自己的女人最美。我们在做完饮品之后，会让客人来到这边去装饰他自己的饮品，因为我们这次有跟芭比联名嘛，那我觉得打扮是一个女人很重要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在饮品上面，他们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饮品，就跟他们打扮自己一样。那除了我们邀请今年全球65周年的一个芭比来做大型快闪店的一个活动之外，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我们邀请12位很好的艺术家，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城市以及用他们的作品来呼应我们这次一个艺术的粉红夏天。那在这个5周的过程当中，除了你可以欣赏艺术家他们的所有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市集，也有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饮料。基隆正滨大楼结合了粉红元素，连续5个周末邀请民众走访基隆，感受到海岸线的人文和风情。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桃园市青年局启动全市首座新创加速器基地桃园天际线，未来将协助中后期的新创公司发展。目前正展开第2期的辅导计划，逐步完善桃园新创生态链，接轨国际。在倒数声中，桃园市第1座新创加速器基地桃园天际线正式启动。
桃园市府青年局在18号上午来到中路3号社宅，举办桃园天际线基地开幕典礼。未来这里将协助中后期的新创公司发展，取得包含国内外创业资源、合作伙伴以及市场机会等。其中市府已事先和许多企业及国际加速器都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伙伴遍及台湾、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多国。当天也收获来自他们的祝福。而法国在台协会主任更亲自到场，邀请企业们进入欧洲市场。台湾市长张善政表示，未来市府也将与全球知名新创加速器平台 Plug and Play 进行合作，期盼基地启用后，完善新创生态链，更接轨国际，让桃园新创能量持续蓬勃发展。那么这个加速器着重和过去的新创基地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着重在创业的中后期，也就是市场的接触和资金的取得。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我们法国出台的代表，我们的 Brin Paris， 基本上就说明了说，我们这加速器基本上是朝向国际。刚才有很多国际的加速器的致贺，包括将来矽谷最有名的加速器之一Plug and Play 也会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我们希望说这个加速器的开幕成立，会让我们桃园青创的生态链变得更完整，让我们桃园的青创更有机会走向国际。目前市府已完成第1阶段的辅导计划，协助6组团队走过上市的最后1里路，并寄诸到基地办公室来营运。其中一家接受辅导的 AI 科技企业执行长也分享受辅导经验，肯定青年局的媒合，为欠缺资金和业务能力的新创公司带来很大注意，进而能让产品有真正上市的一天，让他十分感谢。那我们主要是在做像AI 智能客服应用，虚拟人导览应用啊，或者是一些AI 智能的应用在不论是工厂啊、教育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应用，在开发技术的时候还是比较偏向技术人思维，会需要有一些引入人来去协助我们，包括是说技术媒合也好，然后或者说厂商业务资源甚至资金。那我觉得天际线这边顾问们做的很棒的一个点是，让我们实际是有这个机会认识一些潜在的投资人不论是有没有投资，他可能也有业务合作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是有机会入选这个加速器，然后进驻在这边一个很棒的开始。那我们从今年开始的话，也实际进驻在这边的桃园有一个成立一个办公室在这边我会开始招聘一些朋友。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事实上，即日起到8月9号，基地也展开第2期的辅导计划，预计招募6组新创团队，规划1对1客制化辅导以及国际资金媒合机会，而且入选后还能获得50万补助。桃园市府青年局长欢迎所有意愿的新创团队踊跃报名参加。将从今天开始到8月9号做一个进驻团队的招募，我们将招募6组团队，我们将进驻桃园的话，我们会给予50万的补助金来奖励我们这些团队，也欢迎所有的团队来加入。如果相关的资讯可以透过我们桃园市青年事务局的官方网站来看，来参考一些相对的资料，在我们基地也可以来参与我们基地的一些活动。当天开幕会后，也随即安排了国际媒合说明会，让新创公司能有机会向更多天使投资人和投顾公司进行简报说明。是否期盼未来桃园天际线能够发挥加速器的功能，帮助新创团队达成目标？记者吕婷报道。再带你来看，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进驻高雄，让楠梓区的人口数增加。市府就在楠梓新建一处园中派出所，并砸下了3.18亿，新建6层楼高的多功能社区中心。第一产，祝开工顺利。高雄市长陈其迈和多位议员一起挥铲，为楠梓区园中派出所新建工程动土。因为这里位在高雄大学特区，又受到台积电来高雄的效益，人口急剧增加，需要增设一处派出所。派出所是5星级的派出所这还是起了真水这原中港咱这配合整个的建设高雄大学，咱这台17线新台17线这个台积电后盖个一个捷运支线。除了新建派出所之外，市府也因应多位议员的要求，向卫福部争取前瞻计划补助经费，将楼高拉到6层，1、2楼为派出所，其他楼层则规划幼托长照和区里户政使用。
所以我们也一直跟市府反映。那现在人口数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原本的1、2楼是派出所，3楼是里活动中心。那后来经过我在跟建筑师在考量过以后，就地的需求，我又跟市长反映说，那你是不是能够把幼托跟日托都给加进来？后来算一算，它是建筑的建蔽率是可以的。加场所要拐到这有较远，所以讲本息就伫具体的机关用地来甲争取一个迄个原种派出所的恢复安尼。尾市府甲参详了后用即个鹅巴的用地来全面甲迄个翻新后迄个派出所后迄个长照后日照这是足好的多功能的市长陈其迈强调，园中派出所暨多功能社区中心是目前高雄市最好的社区多功能中心，各有60个日照、60个托育量能，配合蓝田国小的新建，可以因应大量移入园中港社区的人口，提供全面性的服务。咱的日照中心照顾咱的老辈啦，咱这在地咱园中港这的时代，这间是上好的。那我看高雄市目前为止这间是上好的。咱这囡仔入来这年轻的爸爸妈妈来了以后呢，就会有很多托婴的这个需求。未来这是台积电员工来咱进3个厂咧起，一个厂差不多1500个，可以到5000个，礼拜这进3个，咱各有咧准备，所以这是高雄首善之区啦，上好的这个蛋黄区，就是咱园中港这个所在。市府工务局则表示，这栋建筑是以城市山丘设计概念，呈现高雄错的理念。115年8月完工之后，将成为园中港地标性建筑。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美术馆与中华民国油画学会携手合作的银海基隆 Indigo 油画特展盛大开幕喽！37幅的油画作品阵容坚强，其中副市长邱佩玲展出3幅原住民孩童的油画作品，温暖的用色与孩童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原住民孩童穿戴着传统服饰，脸上天真笑容，相当具有感染力。这幅油画作品，不管用色或者神韵，都让观赏者相当惊艳。尤其是把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女生的那种神韵跟表情表现得非常好。那这3幅看过去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可以从他们神韵跟微笑当中，感觉他们的活泼以及他们的热情。而旁边的2幅作品，主角都是原民孩童。原来作品中的主角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团员，作者是副市长邱佩玲。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我是1年半前开画展，那他们给我的灵感也给我的照片，画了之后我还做成了悠悠卡，他们也很开心。那钱捐给原声的团体。我觉得我很高兴，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最真诚、最灿烂的笑容。最单纯的小孩子，画这10幅画的时候，我当时心中是很安静、很舒服的。其实画人像是相当有难度的，画人像不在于画的这个像不像，在于那个韵味可不可以十足，最重要是他的眼神。所以每位小朋友，其实我都亲自跟他们互动过，互动了一阵子，然后跟他们聊天，才可以画出他们的感觉。那当然，在背景的配法也很辛苦，因为颜色要很冲突。从画画当中可以看出，原来我个性内心中的跟我表现可能不太一样。基隆100号油画特展汇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知名画家，精选了37幅精彩绝伦的油画作品。基隆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及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和艺术家们一起合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有幸的透过这一次的油画特展，欣赏到许多艺术家的杰作。这些作品用不同的风格跟样貌，全面展现了基隆的文化风情，是一场难得的艺术跟心灵的飨宴。我们这次油画学会呢，参加的这些画家都是国内的顶尖的专业团体。这项展览作品涵盖抽象和具体的表现手法，透过每位画家独特诠释，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和新奇面貌。
百位的油画要运到我们这个场域，然后做好整个的布置，其实都是通力合作。而且我们基隆第一次迎来这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览，也是开启未来我们在整个我们文化中心这个美术馆的展场的另外一个风貌。那除了这个之外，接下来其实除了油画协会所办的策展之外，接下来我们也有基隆新发140周年的策展，还有就是法国的与你第25小时的一个策展，都是在运用我们今年美术馆开启之后不同的一个策展方向，也不同的一个模式，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多可以欣赏到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基隆我们这个 Indigo 这个银海的这个城市，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的作品。这场油画展即日起到8月25日止，在基隆美术馆展出。每周一休馆，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前往参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铁凤山火车站开发大楼空中凤城大抵完工了，目前配合审查修改，而台铁近日招商却流标，业者多抱持观望。立委许智杰要求台铁研议方案，加速招商，并缩短期程。铁道局新建凤山火车站开发大楼，打造空中凤城新地标，如火如荼赶工大致完成。目前配合消检等审查修改，1楼周边空间将陆续开放。台铁推动促仓 ROT 模式，整件营运转移，计划引进百工百货、电影院、主题餐厅、婚宴会馆等。5月中举办招商说明会，但7月招商时却无人投标。日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南下考察。立委许智杰便提出要求，台铁应加速招商，缩短整件期程，尽早开放营运。招商还没有被招标出去，自然就是条件有没有谈妥的问题嘛。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他们要来招商的店家呢，他们去思考说，将来可能还有三井，还有高雄车站等等的客观的周遭的因素那我也是跟他们建议，就是说，条件当然就是要谈那如果说这边的环境如果说有降低条件的空间，那他们也愿意来，这个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所以我就跟他们建议有2个点，第一个一定要有电影院那可以挪地方；第二个招商条件你们跟厂商谈，那我是希望说务必就是完成这个是最重要的。凤山火车站是全国唯一古城造型车站大楼，1楼刚落成的新大厅也显得相当气派美观，不止民众欣赏。连带楼上商务规划也深受地方期待，期盼能早日引进新商机，带动车站周遭发展。亲子活动的一些设施，类似像游乐场或者是说一些可以吃饭的地方对，这个都坦白讲，这个地方的新的建设我们都很期待。凤山本来有很多个电影院几乎都收起来，而且都拆掉了。现在凤山终于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电影院出现让我们这些以前常跑电影院的这些影迷就是可以有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可以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就是可以跟我们的火车站结合，然后又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需求。另外，针对开放后火车站周遭停车位不足的问题，立委也争取附近空地计划建设成为停车场，以及解决将来停车不便的问题，营造更便利舒适的停车环境。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为了要疏解莺歌及树林市区的车潮，完善新北交通路网，新北市府推动大汉溪堤外变道工程完工通车喽！贯穿莺歌、树林、板桥、新庄及三重5个行政区，三重到莺歌老街，全程只要30分钟。大汉溪堤外道路全线正式通车，18号上午举行通车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大汉溪堤外变道兼顾河防安全、湿地保育、交通需求3大功能。侯友宜特别感谢中央挹注9.4亿元的补助经费，让市府顺利推动改善工程，借由中央地方携手合作，克服工程各项挑战，有效舒缓环汉路周边运输压力，让新北市整体交通更加顺畅便捷。是经费的问题。再加上在施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兼顾很多的环境生态的保育，以及我们大安溪右岸的疏浚，
这样是这么简单一个工程。水利局局长的报告，乍是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在很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也当这些，从三重走堤外便道，到了我们莺歌老街，可以缩短30分钟。最重要，让我们环汉路交通的压力减3成。我逐天环汉路弄叫，然后要紧张死。串联三重至莺歌堤外便道的大汉溪堤外水岸廊道全长18.2公里，规划双向一快一慢车道及零和自行车道，路宽达14公尺，快慢车道仅开放小客车及机慢车通行。今天是大汉溪的堤外便道的通车典礼，尤其这一条便道是沿着我们的新庄到树林到莺歌，这当中也穿越板桥，这条连外道路对我们衔接从三重到莺歌，可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便道，大概可以减了30分钟的时间，另外可以减少含换路将近3成的交通的运输量，所以这条便道不但在我们的工程的施作上要兼顾河防的安全、湿地保地、交通顺畅，所以施作起来很困难。更重要，也可以带动从我们巴黎淡水自行车的便道可以一路走到公园，所以这条道路我非常谢谢我们中央水利署全力给我们的支持。水利局说明，市府新设21号月堤道，优化路口号志标线，解决渔网道路的瓶颈。而高滩地既有棒球场及篮球场等设施也重新配置，提高民众进出河滨公园的方便性及设施使用率。记者宇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国际青年商会为了要促进公平与正义，将7月10号定为世界公民责任日，并举办国际青商会世界大会世界公民责任倡议记者会，与桃园市府、中央政府单位共同签署倡议，呼吁大家一起推动人权进步。Please sign， 请各位签署。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国际青年商会世界大会世界公民责任倡议记者会，并与经济部与外交部代表、国际青商会中华民国总会、国际青商会世界主席等共同签署世界公民责任倡议，并宣布2024国际青年商会世界大会将在桃园举行。So we a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Human Duties Day and also about the World Congress which is going to happen in Taiwan. So human duties, we have bee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human duties on July 10th, and we launched this initiative from United Nations, and then we are celebrating thi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all the 115 countries where JCI is present. And today we a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World Congress in Taiwan. Yes,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JCI's World Congress with more than 7,000 people participat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expecting at least delegates from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to be here in Taiwan from October 29 to 2nd of November to talk about leadership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国际青年商会为了促进公平与正义，在7月4号于联合国正式发布关于人权责任的声明，并将7月10号定为世界公民责任日，也希望透过世界大会举办，呼吁每位公民、企业、组织都能参与到人权事业，推动人权进步。因此，这次的世界大会也规划了一连串精彩的活动。这一次的主题的话，当然就我们除了刚前面在会场里面有讲到，我们这一次除了永续以及科技指导是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主题以外，我们另外还会有女性领导力论坛以及性别平权的论坛都在这次世界大会进行。那当然还有非常重要，刚刚提到最后我们在结束会展前面一个那个就是颁奖的环节，我们会有世界的10大杰出青年也会在这一次世界大会里面去进行颁奖，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环节。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很荣幸桃园这次能协办世界大会，期盼活动圆满顺利成功，并在活动当中签署世界公民责任倡议，共同促进世界永续和谐发展。我们桃园市政府非常高兴能够跟青商会配合，准备来举办10月底在桃园办理的这个青商会的国际世界大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到时候全世界的青商会的会员很多都会到台湾到桃园来。
那么我们桃园市政府一方面配合青商会的筹备，二方面我们也会把桃园最精彩的文化产业、观光旅游、农业等等各个面向呈现给我们青商会国际的会员，让他们体验一下桃园的好、桃园的美，也顺便也推销台湾。2024国际青年商会世界大会将在10月底于桃园会展中心举行，也是国际青商会今年度规模最大的国际活动，将展现台湾的软硬实力，让台湾这块宝岛能被世界看见，再次刷新国际能见度。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知名主持人台志远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拍片，透过简单易懂的小短剧传达烟品不仅危害健康，也对家庭、人际互动、职场有极大的影响，呼吁大众拒绝纸烟、电子烟等所有的烟品。拒绝烟害，享受纯净生活。No smoking。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艺人台志远合体演出烟害防治小短剧，共同宣传烟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对职场、人际关系、家庭有很大的影响。影片宣传邀请市民朋友化拒烟为行动，台志远也担任拒烟大使，分享戒烟心得。其实戒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观念，它其实不是意志力。你的观念改变了，你就会戒烟成功。所以戒烟这件事情不是慢慢来，而是立刻做。也就是说，什么叫做戒烟呢？就是现在就不抽，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讲到我自己本身的戒烟呢，我自己本身我是27岁戒烟的，可是我是13岁就开始抽烟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同侪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个同侪，我不能说我的朋友不好，其实是我害了他们。因为很多我的朋友到现在还抽烟，他们还在对我有所怨怼，因为是我教他们抽的。但是我却有一天在27岁的时候，我有一天，那时候很流行一个烟，是黑色的烟，我不想讲它的名字。那个时候那个烟很贵，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条烟可能要2000块钱。大家去查可能知道是叫 D 开头的一个烟 ，OK。然后呢，有人送了我2条烟，然后我拿那个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烟这么贵，我要不要继续抽呢？然后有一天，我就在想，如果我再继续抽的话，我会怎么样呢？然后我看了一本书，那本书说，如果你学佛法的人，你在学佛的人，如果你抽烟，可能他是说可能会影响你将来往生的路径。它可能会让你前面一片迷茫，我的心里就觉得很迷茫。就是我今天是学佛的人，然后我今天如果是不能往生的，我就学个屁啊！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可不可以戒烟呢？那我自己想了2个问题：第一，我吃饭以后怎么办？第二，我大便的时候怎么办？后来我发觉这都不是问题，因为我还是要吃饭，我还是要拉屎。所以戒烟跟这2个东西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当下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兄弟们，我跟他们讲说，我要结婚了，我要戒烟，他们都说我神经病。2点钟你打来干什么？我真的跟他们讲，但是这是一个 I think promise is promise， 所以你要 always keep your words， 就是你要一直信守你自己的诺言。当我跟我所有的朋友讲完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近年出现的电子烟、加热烟也含有尼古丁及有害微粒等，对人体产生危害。烟害防治新法已经全面禁止，并且为维护儿少免于加热烟的诱惑，台北市实施优于全国的防治儿少烟害政策，规范高中职以下学校周边50公尺内全面禁止贩卖、供应或展示加热烟。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第一，我们率全国之先，第一个订定我们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在去年3月正式上路。那我们对于现在很多新兴烟品，不管以前有纸烟、水烟、雪茄等等，现在有电子烟、加热烟。在中央烟害防治法修法之后，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严格纳管加热烟。但台北市我们去年3月上路的自治条例，我们对于高中职以下学校50公尺内，我们是禁止
贩卖、供应、广告或展示任何这些新兴烟品。我们认为台北市我们要做一个指标性、拒绝无烟环境的模范城市。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听到，事实上台北市政府过去也已经很努力的在从法条上、从管销上去做很多限制。我想这对这个台北市可能不止台北市，整个台湾我们全国的民众都会连带受惠。我们需要从各个管道来严禁这些烟害。从台湾没有烟害防治这个概念，到孙悦申诉书打出的第一炮，人人有权拒吸二手烟，一直到现在，历经了40年的时间。那从我们的父子辈大家都吸烟，到现在大体上我们有很完整的烟害教育，尤其我们的首善之都台北市。还有比我们的母法烟害防治法更先进的高中职以下校园周边50公尺内是不得贩售新兴烟品，不能广告制造、输入、贩卖。就是行销新兴烟品，尤其可能即将开放的加热烟，这都是尽可能的走在法律的前面，为我们的年轻世代多一层的保护。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1年它的白皮书里头，它就强调，烟草公司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一代对尼古丁继续成瘾，而新兴烟品是烟草公司的主要的捷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头开宗明义所讲的部分哦。所以呢，烟草公司呢，它运用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台北市的一个影片里头，我们看到我们对大专校院的大学生，我们对年轻的就是社会新鲜人，我们对上班族，我们还有对就是年轻的新手爸妈就是做了一些直接的教育宣导，而这些35岁以前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所讲的新型烟品的主要 target 主要的一个对象，所以台北市又是走在全世界的一个前端，又是在对一个年轻世代做一些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宣导。台北市目前有266家合约戒烟医师机构及12区健康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与卫教，帮助市民成功戒烟。欢迎有需求的民众多加利用。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群鹰飞羽世界野鸟摄影联展，即日起在国立台湾图书馆4楼双河艺文走廊展出，总共网罗来自世界各地与台湾本地的真禽飞鸟精彩画面，邀请民众一起来欣赏。群鹰飞羽2024野鸟摄影联展在7月16号正式在国台图展出台湾特有种、台湾特有亚种猛禽、迷鸟、世界濒危鸟种，以及国外拍摄猛禽或其他鸟种等196张图片。现场提供非常详细的资讯图卡，方便初学者学习及资深摄影者观摩。今年是我们110年的馆庆，所以我们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必须搭配在一起，所以把群鹰飞羽的这个专家们一起找进来，因为他们有世界稀有的鸟类跟台湾的稀有的这些鸟类摄影长，所以跟他们一起联办。我始终认为，《天下》杂志说了一句话：大海的壮阔需要这些湖泊跟溪流能够存其大。同样的，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展览，把我们对生态的关心，把我们对永续发展的关心，可以融合在一起。第一梯是展这个台湾特有种，还有世界濒临危种的鸟种，还有就是迷路来台湾的迷鸟。第二梯展是台湾特有亚种，还有猛禽。第三梯就是其他的没分类了，这样国内外。同时，本次也安排了10场讲座。第一场讲座“湿地与健康：候鸟的保育与人类福祉”在7月20号登场，介绍拉姆萨国际湿地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湿地、健康人群技术报告，以及湿地重电冲击与回应。7月27号主讲哥斯大黎加之真禽，介绍4种全世界极危和濒危的鸟种。那蓝腹鹇是台湾特有种，而且它非常的华丽。那这个是在台风之后去拍的。本来季节已经过了，但是难得呢，它还在展现它的求偶的美姿。那蓝腹鹇呢，
呢，它通常出现在中高海拔的那个林荫，所以通常光线很暗。所以这一次我因为用一个比较大的光圈，所以能够成功捕捉到它动态的声音。它在求偶的时候呢，它看到母鸟，它会动这样跳过来，然后到母鸟身边，它会有点像那个孔雀开屏这样子展开尾羽哈，那是非常难得的景象。哦，那个是在哥斯达黎加拍到的黄霸翁啊，有几个特点，它的开冠是非常难得看到它开冠，所以开冠是非常难得的第一点。第二点，同时能够拍到一公一母啊，都能够同时开冠拍到。大概世界上很少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从人类要拍这个，怎么猜到什么时候旱季结束、雨季的开始，这是很大学问，因为每年这个会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官方表示，2个月的展览和讲座将带给读者丰富的生态知识和美学飨宴，欢迎暑假大小朋友一起来参观、聆听，学习鸟类的知识与摄影技巧。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台南市文化局首次举办台南人权月，以地方政府的视角规划4大展区，邀请艺术家、校园团队用多元的艺术创作呈现白色恐怖的历史，期盼让大众了解自由民主的珍贵。为了要让大众知道台湾历史当中的白色恐怖事件，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助之下，台南市文化局举办首届台南人权月展览，当中有电影剧组重现不义遗址的场景，还有受难者出面见证。我想讲，少年人知影，或全台湾人知影，全世界人知影，台湾伫1949年到198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有一定迄款的咱的时代，伊牺牲伊的性命，是牺牲伊的青春所砸来、所带来这个青春，所以咱爱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关于民主跟自由。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听到白色恐怖，会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距离或者是时空都非常遥远的事情。可是事实上，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故事，可能就在你的家乡，就在你的身边。我们带大家看到一个属于台南的白色恐怖历史的多面向。其中，在爱国妇人会馆是女性政治犯之一的石水环，她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在这里，因为她曾经读过佳琪高中，所以主办单位邀请学校师生跟艺术家以石水环做文本，进行相关研究跟创作。因为我算是他的学弟吧，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因为他也算是也可以代表一个佳琪的精神吧，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然后慢慢的，我们有传承到这个精神。其实囡仔会当学到讲，除了是因了解台南的历史之外，吼，因嘛了解嘉义高中这100年来的这个历史。台南人权月展览有4大展区，总共展出28组创作，也有人权音乐会跟讲座等22场不同形态的活动，要让大家感受在那时发生的历史故事。记者收回台的报道。基隆市政府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小艇码头举办了一场亲子趣味运动会，吸引了60位大小朋友热情参与。这一项活动结合了运动爱台湾2.0计划，旨在促进家庭亲子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也推广水域安全的意识。好好玩哦！真的好好玩！在海上举办的趣味运动会，采用亲子接力赛的方式进行，从穿救生衣游泳到徒手 SUP 滑行，紧接着要亲子独木舟，最后要团队龙舟板前进。那我们过去常年以来在运动爱台湾，大部分都是做水域的，那这一次就是把水域安全跟运动竞技加在一起，然后把亲子也加在一起，那也让暑假的活动更精彩，也让我们基隆市的运动爱台湾的面向能够更广阔。以乐趣化的方式进行水上接力赛，结合运动爱台湾2.0的计划，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登场。SUP、溜滑梯，但是那个溜滑梯溜下去超级世界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每个关卡的设计都充满了趣味，也非常考验大小朋友的协作能力，更能实践合作学习的教育理念，同时也能提倡水域安全的重要性。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一氧化碳终结者NOCO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NOCO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